之前我来过，嗡嗡嗡，蜜蜂采蜜的养蜂场，飞飞飞，采蜜采蜜采蜜，采过来，企业来收它，大家赚钱。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会来培训你。对村里面的那个经济也好，还是对老百姓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想征求你的同意啊，您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做的话，可不可以？陈实和谭笑要解决的就是改变村民的思想观念，说服他们参与养蜂。之前我们多次讨论关于这个养蜂的这个事情啊，最后征求大家的意见，同意的我们举手表决。上演2年的大型连续剧《长沙队养蜂动员记》全剧终。不要怕，没关系，没事。大概5月初的样子，那个蓝牙刺就大开花了。是我们最好的造园植物，而且是特有的。把这个蜂蜜啊做成我们的本县的这个地理标志，通过这个企业呀传帮带，把我们周边的藏族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。在湖南游客到来之前，一个特色旅游养蜂基地基本成型。长沙援藏队队员们正在组织村民进行业务培训。这儿的养蜂产业一天天步入正轨，西藏巅峰共蜜的甜美未来不是梦。抖音、